警員開兩槍擊斃疑犯。警方話疑犯隨身袋入面有毒品，唔排除佢受到毒品影響而犯案，亦都從家屬得知佢有精神問題。陳佩彤報導。夜晚7點幾，涉案男人手持12寸長嘅刀喺屯門市廣場巴士總站一帶徘徊，再行入廣場，途人爭相走避。有着住避彈衣嘅衝鋒隊警員手持盾牌由廣場跑出，之後傳出2下槍聲。從另一角度閉路電視見到途人走避期間，疑犯捉住一個女人嘅手袋，挾持住佢並舉起刀打算施襲。2個警員各開1槍，擊中疑犯嘅胸口同埋右肩，女途人被警員拉走。34歲男疑犯倒地，送屯門醫院治理，之後不治。另一片段見到事發前，疑犯喺廣場一間超市廚房搶咗涉案嘅刀。事發之後，警方喺現場圍起封鎖線，大批警員在場調查，有警員着上鞋套手證。現場留有彈殼同埋涉案嘅刀，亦都有大批雜物。警方話疑犯係本地人，有黑社會背景，同埋同毒品有關案底。隨身物品入邊藏有毒品同埋伸縮警棍。唔排除犯案時間呢係受呢個毒品嘅影響。當然呢個係其中一個我哋嘅調查方向啦。至於佢真正嘅動機，我哋會係全面去調查嘅。該名嘅男子係咪有精神嘅問題呢？咁我哋初步咧調查係喺佢家人咧係得知嘅。警方又話警員開槍符合要求，向疑犯身體最大面積開槍。佢哋亦都因為事件嘅嚴重性，選擇咗使用呢個即時嘅戰術性介入。而今次2名衝鋒隊嘅人員，佢哋亦都係絕對符合咗我哋警隊使用槍械嘅要求，即係佢哋係拯救咗一位無辜被挾持女途人嘅性命，而選擇去開槍。而呢個亦都係冇其他選擇嘅情況底下去使用槍械。喺案發地點附近，警方拉起多條封鎖線，要聚焦喺現場維持秩序，防止市民靠近。被挾持嘅女人輕微擦傷，之後送到屯門醫院，疑犯家屬亦都到醫院了解情況。Now TV 記者陳佩彤報導。